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圣火传递于4月15日抵达秀林乡，并于太鲁阁组文创产业园区进行圣火交接。我们有很多的乡内孩子也参与了这次的全中运，届时期盼我们希望把奖牌都能够留在我们花莲县，我们为我们花莲县来争光。在此祝福我们一切活动顺利圆满，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谢谢。今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造成全中运必须暂停，但秀林乡的乡亲们仍对于本届全中运非常期待。秀林乡公所也期待赛事恢复之后，花莲县运代表队的选手们能够在运动场上为自己与花莲县争取最高的荣誉。秀林乡雷宣组报道。秀林乡的 Lin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 赶紧加入我们，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还在等什么？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